主后2023年11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转来啦，安心信靠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30章第10到26节。上主讲：这个背叛的子民惨啊！因无照我的心意，家己定计划，无照我的旨意乱结盟约，直到罪上加罪。因无问我就落去埃及，寻求法老的保护，通秘伫埃及的19个月。毋过仰望法老保护，变做恁的见笑，期待埃及敌人颠倒互恁闹开。虽然因的官长去到索安，因的使者派到哈雷斯，毋过因逐个人拢会受到侮辱见笑，因为埃及袂当帮助因，袂当互因啥物利益，只有互因见笑闹开。有关尼基夫野兽的信息，犹大的使者将骆驼载伫驴仔的骹脊，将财宝看伫骆驼的骹脊柄。因经过艰难困苦的地，伫遐有狮在吼，有毒蛇甲白蛇去到袂当救因的国家遐。埃及的帮赞完全无路用，所以我叫伊做坐定定无路用的拉哈伯。他立去，伫因面前将这个刻伫石板，写伫册里。伫要来的日子，通永远做见证，因为因是背叛的子民，欺骗的囝儿，上主的教示因拢毋听。因甲先见讲，毋通看异象。因甲先知讲，毋通甲阮讲正确的预言，着甲阮讲阮介意听的话，甲阮预言无影射的代志。阮要离开正路，对直路越走，无爱阁听到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名。所以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因为恁拒绝即个信息，颠倒信来压迫，瓦靠欺骗，所以即个罪伫恁身上会亲像悬墙的壁痕，壁你忽然倒坏。伊会亲像飞去，互烧毁师傅，大垃圾，破甲脆糊糊，无甲一块会当摕来取火炉的火种，养水池的水。至悬的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着反悔安息，恁就得到解救；着定睛信靠，恁就得到快乐。毋过恁拒绝。恁讲无爱，我要骑马逃走，所以恁会真紧逃走。恁讲我要骑快马逃走，所以入恁的人会追真紧。对你一个人发，恁1000人逃走；5个喊发，恁全部走散。准会亲像山顶的一支旗杆，山头的一支大旗。上主还在听候要施恩互錫安，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徛起伫耶路撒冷錫安的人民啊，恁袂搁再啼哭。伊听到恁啼哭的声，会施恩互恁。伊一个听到就会应恁。
虽然主用甘蓝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恁，毋过恁的老师袂阁密起来，恁会亲捌看到恁的老师。无论恁偏正边还是偏倒边，恁会听到后面有声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恁着行即条路。然后恁要将恁所雕刻相云的偶像，甲所铸造包金的神像，甲因拍落残，亲像甲无清气的物献杀，讲莫阁互阮看到。做下落雨，互恁也伫土年的种子生长，互土地所出的五谷好阁丰富。伫迄日，恁的精生会伫宽阔的草埔食草，内园的牛甲驴会食用签仔甲白仔也清气阁参盐的饲料。伫恁的对敌受大屠杀的日，因的守望台倒坏的时，恁每一个大山悬岭拢会有溪水直直流。伫上主包扎伊，互伊子民受的伤，伊伫伊甲因执法的重伤迄时，月亮的光会亲像日头的光，日头会发出七白的光，亲像七日久朗总的光。转来啦，安心信靠上帝。当南国犹大面临极大的亚述帝国侵犯的时，全国上下陷入极度的恐惧甲不安。当落时，亚述已经灭亚兰甲北国以色列，以强大的战力甲残暴的手段，互犹大人无战就胆寒。面对保家卫国的责任，犹大王希西家带领大臣研议对策，最后决定要联合次要敌人埃及来对抗主要敌人亚述。当时，埃及拥有强大的骑马兵部队、相连战车，战力通讲是数一数二。因为安尼，犹大选择投往埃及求救，希望甲埃及结盟，互埃及成做因的靠山。犹大人认为，以当时埃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看，的确会当帮助因拍赢亚述帝国。这看起来若像是万全的作战策略，伫上帝眼中却是一种背叛，互上帝受气艰苦心。因为犹大人袂记得上帝对因的疼甲承诺，转而投靠埃及。先知以赛亚对犹大的选择提出忠告。上帝吩咐先知对犹大人讲：莫甲埃及结盟，因为上帝会帮助因拍赢这场战争。犹大无需要倚靠一兵一卒，只要回转倚靠上帝，多多听候上帝。上重要的是爱甲上帝结盟，上帝要互因经历伊的带领，就算搁较大的患难临到，上帝要赐予平静安稳的心，互每一个信靠伊的人，拯救信靠伊的人。可悲的是，犹大人毋愿安尼做。当困境临到的时，咱是毋是甲犹大人做出同款的选择呢？伫生活中拄着极大困难的时，咱常常会陷入慌乱紧张的情绪，有时阵甚至焦虑不安，到无法度理性客观判断。这个时阵上接看到的反应，就是亲像小狗乱撞。
世界找问人的意见甲想法。对人的眼光来看，找有社经地位、势力、财力、经验等优秀条件的人来斗相共，哪像会当为着陷入困境无助人带来一线曙光甲希望。总是有一句俗语讲：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。即个代志通常并袂亲像有期的发展，发倒转，因为找错人就愈处理愈凄惨，落尾落得损兵折将的下场。是毋是你目前拄踮伫人生狂风暴雨中，找毋知影要往倒一个方向去咧？试看卖，选择信靠上帝。上帝要赐予你平静安稳的心。上帝要互信靠伊的人知影，伊要诚做遭遇患难的人上介强搁有力的盟友，伊要甲因同齐得胜。拄亲像上帝对犹太子民讲：着反悔安息，恁就得到解救；着定睛信靠，恁就得到快乐。既然坚心倚靠上帝，选择行伫伊的道路，无偏左无偏右的人，上帝要甲得胜的人生赏赐予因。默想，当生活中拄着挑战也是困境的时，我第一个时间拢用什么方式来解决？找求上帝啊无？伊的结果是有啥物无共款？当生活中拄着挑战也是困境的时，我第一个时间拢用什么方式来解决？找求上帝啊无？结果有啥无共款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伫我人生拄着狂风大涌、彷徨无助的时，诚侪我的力量甲帮赞，也愿你继续带领我，赐予我平静安稳的心，予我安然度过一切难关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